6个月前，高雄人一起写下了一场民主的新页。那时候，光是凤山就超过11万人一起站出来。高雄人想要守护家乡的决心，让高雄变成了一座伟大的城市。但是高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半年以来，我们很努力的想要深化民主，想要建设高雄。但很可惜，6个月后的现在，凤山又再一次的面临挑战。我们不会让歧视、谩骂还有假消息来侵蚀高雄，也不会让这些仇恨来阻碍自由的台湾。我身为高雄市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本来就应该要时时刻刻接受市民的检验，所以承担这一次的挑战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就任以来，我连续3次都获得10大问政优质议员的肯定，在交通、环境、卫生、青年议题等等，其实都有很多具体的成绩。但我知道，人民总是希望政治人物可以做得更多，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无论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的人，都欢迎大家对我提出质疑，对我提出挑战。我相信，只要秉持着理性跟事实，都会成为推动我还有推动高雄进步的动力。2018年的时候，非常感谢有18000位朋友支持我，让我能为凤山服务。但现在，凤山需要更多人站出来，跟我一起面对这次的挑战。仇恨跟报复不会让高雄被击垮，相反的，投票一直以来都是高雄人引以为傲的武器，也是我们曾经一起打过的光荣的战役。明年的2月6号，希望大家能够陪我一起再站出来一次，一起做一个骄傲勇敢的高雄人啊！黄议员，这没有矛盾啊，因为似乎你所关注的焦点一直在大陆地区。那具体上要什么吗？当然是高雄要什么，高雄要发财呀、对不对？天哪，市长！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发财，但是具体上你要开放什么东西、什么项目，或者是说现在有什么限制，你要现在告诉我啊！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不是说高雄要发财这么简单就可以糊弄过去。总目标是高雄要发财，这个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希望往高雄发大财的目标。那具体上你要做什么吗？这个自贸区是其中之一，好不好？谢谢。市长，你真的懂自经区吗？当然有概念，怎么会没有呢？那为什么我刚刚问的问题你一个都回答不出来？我们只是想知道具体上自经区包含什么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哪些人可以进来，哪些品项或者是说哪些产业会进到这个自经区，跟原本的差别是什么？黄圆圆，你一直导向马政府时代的比较，我觉得你一开始已经先入为主了，所以我不太。那我们现在不谈马政府嘛？你直接告诉我你要什么，好不好？我们不是讲过吗？你说高雄要发大财，总目标当然高雄发大财啊。所以你的自经区就等于高雄发大财，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自贸区只是其中之一个途径，我们还要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就是想知道这个部分嘛，民众想知道就是你所谓的自经区、自贸区内容是什么，但是你现在一项都回答不出来。我怎么叫一项都没回答出来？黄议员，你回答了什么？我拒绝，我已经讲过了，所有的不只光。过去这个概念，我们是希望把高雄的需求谈出来。那你就告诉我，现在高雄自港区哪些限制让你们觉得被捆绑？所以我们要放宽哪些限制？我现在就是想要这么具体的讨论。我们当然希望人流、物流法规都能松绑，我们也希望各种外商来这个整个高雄来投资，然后需要教育跟医疗。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你松绑了什么就好，一个例子就好。刚刚我已经有讲过一个例子哈，这次那个我们跟市长到这个矽谷去参访的时候，美国的高科技的这些领袖人才跟我们提到，他们很希望在台湾有一个生产区域呢是非常治安安全的。他们希望呢，我们输到美国的产品呢，在台湾制造是100%治安可以维护的非常好的。以目前台湾的法规条件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要派他们的人来做一些安全的检查。请问这是不是一个松绑的方向？所以我们有资金去之后会怎么样协助他们？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设立一个这样的特区，就是生产安全区。这里面呢，可以让这个美国或者欧洲的相信这里面生产所有的产品是绝对治安安全的，没有中国大陆的这些什么后门啊、木马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有这些技术的准备了吗？还是现在正在筹备中？
我们这个技术，台湾的高科技技术事实上是世界第一流的，但是因为受了很多的法规的限制，使得我们台湾没有办法好好的再发挥下去。事实上，我们台湾的民间力量是非常强的，但是因为政府有太多不必要的法规，让我们的民间力量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好，谢谢副市长，这个就很具体。那可不可以请副市长到时候把你所谓的哪些法规受到限制，这些都可以一并送到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可以概念上的来告诉大家是怎么样，可是事实上修法的技术呢，老实说有很多的法律的专家必须一起参与，绝对不是我个人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副市长也不知道法规上的限制是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很多法规的限制。那你就告诉我，到时候送过来就是这个东西，告诉我现在法规的具体限制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的真的就是这么具体的东西，而不是一直讲空话，一直说高雄发大财。